咁而家只需要12,000蚊，大概半個月嘅人工，就可以幫你整合成個嘅系統，包括會計啦、人事啦、報價啦、採購啦、倉存、POS 甚至係網站等等都可以用一個嘅系統整合埋入面。喺 WhatsApp 上面，我哋有同事專責幫你設置翻整體嘅系統嘅。設置完之後啦，如果假設你哋用咗個系統之後，發覺有啲咩問題係唔係太適合，或者我本身有啲功能係冇涵括在內咧，可以喺現有嘅系統上面咧去加減改。咁價錢咧由幾百蚊到幾千蚊不等嘅啫，可以根據你嘅業務性質一步一步先用咗系統先。咁用咗個系統有咩好處咧？好似而家國內好多成本比較低啦，咁可以咧你用個雲端嘅系統咧，係將你哋嘅會計啊、人事啊，甚至報價都可以外判出去嘅，大幅度嘅人力成本咧去降低翻，提高翻你哋嘅競爭力。咁如果另外你都話啊，我都擔心個系統究竟報幾多啊？咁我哋都可以上咗門做一個 demo 俾你之後咧，會報個封頂價，比較適合一啲咧中大型少少嘅公司，咁由幾萬蚊甚至係十幾萬啦不等嘅。到時我哋會有個專責嘅顧問咧上嚟去介紹翻成個系統，咁盡快留低你哋嘅資料啦 ，PM 我哋或者 WhatsApp 我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咁有啲咩問題我哋會盡快聯絡你。留言講低你嘅需要，我哋會好快聯絡你㗎喇。